食麥皮之前請三思啊！麥皮成日被宣傳為健康嘅早餐首選，但係事實上佢可能隱藏多項嘅風險。首先，從血糖嘅角度嚟睇，燕麥雖然含纖維，但係研究顯示改善嘅效果係有限㗎，因為佢哋嘅對照組往往就係高升糖嘅食物，好似白麵包。實際上，食麥皮之後嘅血糖可能快速上升，導致好容易有肚餓啦、心悸，甚至加劇肥胖或者係三高問題。建議個人監測血糖嘅反應，避免即食嘅加工型。其次，麥皮含有類似麩質嘅蛋白質、燕麥醇溶蛋白以及呢個高植酸，呢啲物質都可能會引致發炎同埋阻礙呢個礦物質吸收。特別係對呢個腸道敏感或者自體免疫患者更加不利啊！長期食用仲會易受呢個除草劑嘅污染，好似呢個草甘膦都係被視為潛在嘅致癌物啊！所以我哋選擇有機嘅麥皮比較安全。再者啊，傳統嘅觀念唔將呢個膽固醇視為敵人，但係低膽固醇其實係更加危險嘅，佢有抗炎嘅作用，而好多時血管嘅問題係源於發炎，而並唔係膽固醇啊。相反，多食蛋類唔單止冇害，仲可以改善健康指標。每日幾隻蛋可以平衡營養，取代麥皮當作早餐。總結嚟講，麥皮並唔係超級食物，過度依賴可能適得其反嘅。轉向均衡飲食，如優先蛋白質同埋健康嘅脂肪，試行間歇性嘅斷食。最後俾個補充大家，喺公元779年，麥皮只係作為馬飼料嘅咋，人係唔會食噶。